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rot 獅子座11月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獅子座11月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獅子座呢一段時間可能係喺分手嘅邊緣，又或者有一個本來同你曖昧緊或者發展緊嘅對象，你依家覺得好攰，係好想放棄啊！你曾經有諗過同呢個對象嘅將來，同埋你哋之間有啲承諾，但係而家就好似碎晒嘅玻璃咁樣，啲碎片你執唔返，你已經冇力啦。我感覺到你好傷心，好似已經捱咗好耐好耐。你係有啲唔甘心，但係亦都唔知道自己點解要繼續堅持落去。雖然我見到今個月你同你對象呢，可能係關係會好咗，你互動係有多少少嘅甜蜜嘅感覺。不過你會知道呢，呢啲嘅開心只係好短暫，因為對方冇真正改變過。而喺你心入面嘅裂痕呢，已經唔係可以彌補唔到、補救唔到啦。所以你今個月會好清楚知道，其實而家係要離開。即使你係好唔捨得啦，我會見到你喺11月嘅時候，你最後都係會決定離開呢一段關係㗎。咁獅子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個月再見啦，拜拜。